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60篇4至5節，你把星期賜給敬畏你的人，可以為真理揚起來。求你應允我們，用右手拯救我們，好叫你所親愛的人得救。你把星期賜給敬畏你的人，可以為真理揚起來。求你應允我們，用右手拯救我們，好叫你所親愛的人得救。神啊，求你嘅靈嚟充滿我哋，使我哋反思自己有否偏離神。你把星期賜給敬畏你的人，勉勵我哋要敬畏神，將神嘅真理同埋應許高舉，成為生活中嘅方向。神係我哋真正嘅幫助、安全感同埋拯救。你垂聽我哋嘅禱告，引領我哋嘅心思意念，跟隨你嘅心意。你大能同埋權柄嘅手保護我哋，因我哋係你所親愛的人。神係我哋嘅星期，我哋靠神得勝。奉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